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1日的南方特搜报，我是林嘉义。中嘉宽屏青年港都在疫情期间推出线上儿童剧，精彩有趣的内容让高雄市林雅区成功国小的学生看了都十分开心。透过剧情，也让小朋友们学习到如何辨识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以及正确的防疫观念。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究竟在看什么有趣的影片呢？原来是奇幻勇气棒棒糖儿童剧。在剧中，主角豆豆和他的朋友想想到森林，遇见了欧北贡正在随意散播防疫的假消息，还让想想不小心误信了，因此被士兵抓走。最后因为豆豆的勇敢，才把想想救了回来。欧北贡那个他就是乱发假新闻，就是说什么疫情期间不用戴口罩啊，不用喷消毒，会造成很多人的影响，可能很多人因为病毒关系甚至死亡。我们要戴起口罩，远离病毒，要做好防疫期间要好好洗手。非常感谢我们中嘉宽屏青年港都特别立校呢，来让孩子呢有一个不一样的学习，可以让孩子透过这个电视剧的一个儿童剧的一个观赏，然后去学习到怎么样去辨别媒体识读，还有这个防疫的观念，让孩子呢可以不但有一个开心的学习，而且在这个认知领域上呢更上一层楼。这对孩子来讲，怎么样去判别真假讯息呢，是非常重要的未来的一个课程。中嘉宽屏青年港都在疫情期间将校园巡回的儿童剧改为线上播出，透过生动的演出技巧以及精彩的剧情，让学生们都看得哈哈大笑，也加深了对于假消息的辨识度，知道应该要透过正确的管道来求证。看新闻是好事啦，可是还是要提防假讯息。看完这部儿童剧，我学到的是不能去相信别人的假消息，而且里面的讯息可能需要去网络上去查证，不然就是去问老师或其他的大人，因为有些人会乱散播假消息。防疫期间要注意的是，要先勤洗手，到各个公共场合都要先量体温跟喷酒精，还要戴紧口罩，让他们在这次疫情的当中，能够透过线上的观赏的方式，再次的认识到，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消息是要再经过确认，而不是听到什么就相信什么，知道怎么样在这样资源爆炸的时候能够自处。现在可能疫情稍微的解封，大家都会很想把口罩拿下来，但我们怎么样能够继续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看完儿童剧后，小朋友们将防疫的口诀倒背如流，跟着剧情大声的念出咒语。同学们也借此学习到了遇到困难应该要勇敢面对。透过线上儿童剧的播出，不仅提升他们的媒体识读力，也加强了正确的防疫观念。记者张世美、林嘉义高雄报道。台南市政府教育局与成功大学合作，全台首创开发校园登革热预警系统，并将预警讯息结合校园防疫课程，教导学生重视校园环境清除滋生源，共同维护师生的健康，创造健康安全校园与社区生活。台南市近年来登革热防疫有成，为了将防疫融入生活，加强学生公卫教育，教育局今年与成功大学合作，首创开发校园登革热预警系统，运用幼软筒监控数据与气象资料等，以人工智慧计算预估下周校园登革热的曝险度，透过学校跑马灯传达预警讯息。我们有12个国中一起连线加入这个计划，也就是说，当在校园里面，我们附近的这个幼软筒它的指数标高的时候，马上就能够得到预警，在校园周边的环境，那预测下一个礼拜是不是登革热的这个曝险的程度如何？那我想说这个部分，由于在学校里面是公共区域，而且说面积蛮广的，很多公共区域或是杂草有草的地方，或是有户外或室内教室内阴暗处有躲着蚊子的地方，都有可能造成这个登革热的这个曝险，甚至感染。所以我们特别以校园为这个标的。该项校园登革热预警系统日前在延平国中正式启用，包括市长黄伟哲、教育局副局长王坤元、成大电机系教授与国家文媒传染病防治研究中心
都共同出席，希望将防疫融入校园课程。台南市有15个行政区，大概有3000多个这样的幼卵桶，我们会请人一个一个去把它记录下来，然后记录下来之后，就可以去推估下一周的曝险度。那曝险度呢？大家有看到刚才的牌子，它有分100、200这样的区间。如果它低于100，那就是低风险，蚊子会比较少，那相对被蚊虫叮咬的几率会降低。那如果那一周你们已经到达100到200之间了，那表示蚊子多到可能你很容易被叮咬了，那学生就要出动了，就要去看看厕所，或者是树丛、草丛里头有没有一些滋生源被乱丢，然后导致呢蚊虫滋生。那这样的清除，我跟大家报告，会少非常非常多蚊子。我们学校在推动的这几年来，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样的改变。教育局表示，目前该项计划已经在全市10几所学校来推动，未来将协助学校与社区甚至医疗单位合作，共同推动相关社区的防疫课程，做到学校社区结合，提升整体社区防疫的参与意识。记者林根台南报道。都有各自一个预警的。2022年的台湾灯会即将久违的回到高雄，高雄市政府也摩拳擦掌，灯会还没到就推出会前会，在爱河湾新增装置艺术，更让现有装置再进化，为台湾灯会预热带来一场夜间的灯光美学。为了迎接台湾灯会，博尔不止新增装置艺术，更让热门打卡景点椅子乐谱再进化，增加灯光设施，让夜间的爱河湾更加美丽。就连白天都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打卡拍照。那其实这件作品，它同时也是呼应了我们现在当代社会的生活，我们都会沉浸于手机，透过手机去跟其他的世界和人们去做连结。那这个也同时呼应了我们现在疫情的当下，当所有的边境都隔离了彼此的时候，我们也只能透过手机来打破彼此的疆界，来跟世界去做互动连结。那也呼应了我们这一次2022台湾灯会在高雄是属于一个防疫的灯会，我们希望能够借由作品来跟疫情来做一个回应跟对话。另外，高雄轻轨也提前推出2台彩绘列车。文化局表示，期望透过提早与民众见面，让民众可以多来几趟，多留几天。透过全台唯一的沿海轻轨，带给民众独一无二的艺术沉浸体验。因为我们台湾灯会在高雄，它比较特别，是它有一个会前会的概念，希望民众就是有更多的时间沉浸在我们这个灯会作品的体验中。所以，我们的轻轨列车的这个广告，它也是有一个提前启动。那其实也是有一个向民众去介绍我们这个灯会的相关形象。文化局表示，配合灯会活动，未来将陆续在爱河湾与卫武营新增超过50件的装置艺术，让台湾灯会在高雄不只是一场大型节庆，更是城市夜间灯光美学的思考与营造。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疫情打乱了大家的生活，口罩也成为每日的必需品。口罩的配色从单一到缤纷的色彩都有，逐渐成为潮流穿搭重要的配件。日前在台南百货公司举办联展，艺术家特别在巨幅的口罩上画画，将艺术融入在防疫当中。星象画会在台南成立42年，成员大多为专职或退休的美术教师。成立宗旨以研究美术、探讨创作、提高社会艺术风气、加强国际艺术交流等等。这次在台南大圆柏的展览，就是由画会成员吴金元、陈昭明、陈玉斌、林俊成、陈耀武、陈望根、庄雅栋、郭哲全、戴真英、萧旭东、吕秉恒、许翠华、冯孝英、杨永本、李佑倩、周习安、吴可文、陈平、杨自强等19位老师共同来开联展。疫情改变了很多事情不仅让我们整个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也让我们重新思考怎样的一个方式才是最适合我们现在的一个模式。但是我觉得唯一没有变的是这些艺术家旺盛的创作力所以虽然他们不能出国去旅行，不能去做很多本来随心所欲想要去写生就去写生，想要去参与画作就参与画作，但是他们把他们的创意发挥在，他们虽然不能去旅行，但是把创意发挥在旅行箱上面。
防疫新美学星象画绘联展，这次展出的媒材也很特别，艺术家特别在口罩原料布织布上作画，将艺术融入在防疫当中。这些画布都是你们带的这些布织布。那主持人会不会特别说好不好画？说真的，很不好画。我们画惯了油画，画惯了油画布，或者是水彩，或者是我们的那个宣纸，可是从来没有画在布织上。那我知道在座的有很多都是艺术的行家，你觉得画在布织布还怎么样？可以停留多久？可以几年？都是未知数。真的，我们在尝试的过程里面，就是有用过油画、水墨，用过水彩，甚至我用亚克力颜料，一直不断的尝试里面，到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您等一下收藏的这幅作品能够停留多久。所以这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想象力哈，就是说我们带着一个艺术无远弗届。星象画绘也特别在联展上义卖这些创作，并将所得购买轮椅捐给国军高雄医院冈山分院，让这场艺术飨宴更多了社会关怀的意义。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茄纸袋号称台湾界的 LV， 展现出台湾怀旧的特色，更是由一位设计师以茄纸袋为创作发想，设计出一系列的文创商品，因而获得国际的青睐，夺得德国红点设计奖，为台湾争光。你知道什么是嘎基德亚吗？茄纸袋俗称是台湾界的 LV， 婆婆妈妈背起来松够无赖，时尚度爆表。眼前这位一所大学的助理教授蔡猛芬，正是设计这项文创商品的作者，将本土文化融入作品中，把台湾的元素发挥得淋漓尽致。我常跟人家讲说我是古人，就是所有怀旧的古物我都非常喜欢。然后尤其是小时候看到外婆或者说娘啊，我娘啊，很喜欢拿着茄纸袋到处去买东西，那种感觉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就想到，台湾的茄纸袋有号称台湾的 LV 之称嘛，所以我想，就用这个部分去勾起我小时候这个记忆，因为它必须要去给人家一种温暖的感觉，所以就以这个部分作为我的一个发想过程。茄纸袋红蓝绿经典的色调，极具复古的气味。蔡孟芬从小就对怀旧的古物特别着迷，因此在设计中融入台湾的传统文化，还一举要上国际蝉联2届的德国红点设计奖。因为我发现到，虽然说台湾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传统复古的东西在做一些文创的商品，但是要跃于国际舞台上面，我一直很少看到。所以我这一次用这个台湾的这个嘎基德亚的一个概念去做的时候，我发现到，其实外国人是懂的，他是懂得台湾的文化，他是懂得我们一个本土的一个记忆的一种共同的连结性。所以当在这个获奖的时候，我发现到台湾被看到了。以茄纸袋作为创作的概念，设计第2届多伦多台湾影展的各项周边商品，主视觉颜色非常鲜明，一看就能感受到台湾的热情与独特性。蔡孟芬也透过这样的创意发想，告诉学生们，其实传统也能很现代。我很想要跟学生分享一个感受，就是不要去忽略掉你曾经的经验，也不要去否定你现在所有感受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你的一些设计的想法，你的设计的一些感动，都是来自于你曾经的一个对于这个故乡、对于这个环境的一些回馈跟反馈。所以你想要好的作品，你想要能够让人家感受的，不管是上一辈的年长者，或者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它必须是一种共同文化的连结的时候，你的东西才可以感动人，才可以引起共鸣。往后提着茄纸袋出门逛街，不再是婆婆妈妈的专利，茄纸袋将引领新一代的潮流，成为复古又时尚的商品。不仅带给年轻人创作的新思维，也让台湾不同年代的流行被国际看见，将更多设计发扬光大。记者张世美、林嘉义高雄报道。在台南的西市场古迹修复完成之际，为了留下这份历史记忆，市府文化局特别出版一本台南西市场专书，29日上午正式发表，邀请大家一起来认识最贴近民众的市定古迹。西市场就是老台南人口中的大菜市，也是日本时代南台湾最大的市场，以及第一座现代化公有市场。文化局为留下这段市场发展的历史和台南人共同的生活记忆，透过作者陈立秀访谈和记录，完成这本台南西市场。
市长黄伟哲表示，随着古迹修复以后，这本书就是最好的导览。人共同的回忆。那这本台南西市场也绝对不是，也绝不仅是一本书，它也记录了许许多多我们的父执辈，还有许许多多早年台南人他共同的回忆以及共同经历的故事。在市场里面的大大小小事，不仅是论斤称两中间而已，也在随着古迹的修复之后，也成为一个不管是游人，不管是市民，不管是当地人或是外地人，他想来这边看一看回忆一下，或是想象一下当年历史现场所发生的事情，那这本书就是最好的导览。记者会中，作者以老相片一一描写西市场从1905年至今它的建筑和周遭环境的变化，也让大家认识这个最接地气的市定古迹。藉由西市场本身历史的发展，去所谓的把台南的中正商圈跟西门商圈的一个整个发展的历程，把它做一个完整的呈现。透过西市场发展，然后它去从它以它为中心，然后发展成一个所谓的现在的荣景的部分。那经过100年来，它是怎么样的形成的？那从这本书里面，透过一些老照片，还有一些访谈，我们可以把一些就是不是很清楚的历史的部分的环节去做一些解释，这样子。根据了解，除了歌仔戏天后杨丽花和台语歌王郭金发都曾经在西市场公开演出以外，其他还有很多故事尽在这本书中。欢迎大家一起来认识西市场。记者郭恩吉、刘品言台南报道。你有接触过爬虫类动物吗？来到新兴区的这间餐厅，不仅可以和它们近距离接触，还可以吃到健康又美味的餐点。最重要的是，这是一间公益咖啡厅，收入全都捐赠给受虐儿童，希望能以一份份的餐点来改变孩子的一生。一只偌大的白花缅甸蟒挂在脖子上，小女孩不畏惧，与这些爬虫类动物很是亲近。不同于一般孩子的喜好，受到爸爸的影响，天恩从小就喜欢爬虫类动物，而这些动物也成为这间餐厅最大的特色。因为从小我父亲就其实还蛮支持我喜欢爬虫类这一块。那关于开爬虫餐厅跟餐点做结合是因为其实台湾其实对爬虫类大部分有很多的刻板印象。那我们其实想让大家了解说爬虫类这个生物它们其实是非常和善并且亲人的。对，我们是一间爬虫友善餐厅，那欢迎大家可以带自家的爬虫来跟我们一起同乐哦。刚好呢，就是这一个餐厅的老板，他愿意把这个餐厅无偿的借给我们，让我们爱与希望在这里开立公益餐厅，所以我们就将公益餐厅跟爬虫结合，然后就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特色的餐厅这样子。这间爬虫友善的餐厅位在高雄市新兴区，而这间店的特色不止于此，不仅主打健康饮食，使用橄榄油料理，还结合公益，将店内的收益全数捐赠给受虐残障孩童，希望能用一份份的餐点来改变这些孩子的一生。在翠华路611号，我们有一个儿童之家。那这个儿童之家，我们收容全台湾没有地方可以去的重残的受虐的儿童。我们这个餐厅的所有的收益呢，就是都不经过我的手，就是我们的会计他们会来记这个账，然后呢，这里的所有的收益都是来养育这些极重残的受虐儿童。香龟店长自在的爬行，来到这里不仅有可爱的小动物，还有健康厨房烹煮的美味料理。不要忘记品尝美食以及亲近动物的同时，也是在帮助弱势孩童哦。餐点完全不添加任何的味精、鸡粉跟自来水哦。那欢迎大家一起同乐来吃这个健康美食。您的一餐可以改变孩子的一生，您给我们祝福，我们也会回馈给您祝福哦。记者张世明、林嘉义高雄报道。位在西港区东竹林保安宫的牛犁歌镇是西港乡科的重要歌镇之一。最近几年，因为人口老化，造成失传的危机。因为当地村庄的小朋友较少，所以师傅也积极的找隔壁村有意愿的孩子来学习这项超过100年历史的传统技艺。走到西港区的奢林里东竹林保安宫，
看到阵头师傅正跳着牛犁割阵的步伐。最近几年，因为人口少子化，庄内仅剩下18户，大部分也都以长辈为主。成立超过100年的牛犁割阵，可能面临无人可以传承的失传危机。恁当顶啊，不然讲，阮这个牛犁歌阵，阮这重点，阮是以传承为目的啦吼。因为这种技艺已经渐渐要消失去，伫这个庄口所在，大概是用农渔的那个休闲时间再去训练啦吼。以早是安尼，不过即摆时间拢较无共尔，即摆拢就是一寡同学啦、小朋友咧训练，你拢利用那个课余的时间加强训练，也把我们这个传统技艺把它传承下去。就是很多问题也有很多困扰啦，小朋友难找也很多啦，这个方面都是要大家来共同克服。庄内因为人数少的关系，所以会透过与隔壁庄来相互协助。在这边的人也都对传统技艺抱持积极的传承心态，希望可以保住阵头里面少数的文政艺术。文化部文化局真重视这个文化旧的我这慢慢叫无去，所以伫这105年的时阵把列入无形文化资产啦。所以这个时阵阮感觉讲，阮的负担煞愈来愈重啦。因为你要配合这个文化，唔茫叫无去，要叫囡仔来学，叫老师。这是一个真辛苦的工程啦，所以足侪工课拢是爱文化节来斗配合啦，较有会让我一直传承落去。2015年的时候，东竹林保安宫牛犁割阵成为台南市政府的无形文化资产，并搭配着与学校还有邻近庙宇的合作，到当地的区公所表演，来给大家可以更认识牛犁割阵。记者刘品言台南报道。疫情趋缓，富民长青中心也重新复课，学员们可以来到教室里跟老师面对面上课，老师也可以直接的指导学员，让教学更加热络。而中心也会做好清洁、消毒等防疫措施，保护好学员们。富民长青中心的教室里，老师和学员正在上课。因为疫情的关系，停课了好几天。虽然有些课有线上教学，但学员们还是觉得能够实体上课，和老师同学见面，直接互动比较好。因为在现场，老师可以帮我们做发声的练习那我们面对面唱歌，不管在表情、音色上面，都能够掌握得更精确，会学习得更到位。实体上课当然比较好啊，因为在线上上课的时候，因为有时候网络不稳或者是怎么样，我们上起来觉得没有那么好。到了实体课堂上以后，在练习或是在验收，这个大家的维持的这个演唱的水准还是有的。不过目前还在疫情期间，相关的防疫措施，富民长青中心还是要按照防疫规定来执行。像是中心的清洁消毒，学员进入中心时要量额温，手部酒精消毒，还要出示黄卡确认身体状况。所以我们在门口的地方呢，就会先测量体温，然后实联制，以及会看大家的小黄卡，就是或是他的那个健保卡上面的注记。而在复课之前，相关的课程已经完成线上报名。中心请学员接到通知之后，再前来缴费，减少群聚，也请学员按时来上课。那我们也在这边呼吁，我们是富民长青的谢老师歌唱班，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同乐报名。富民长青课程多元丰富，在复课前就积极准备，希望复课之后学员们能够多来中心走动，学习新知识，也和老朋友见面，增添生活乐趣。记者赖长邦高雄报道。每到冬季就是台南柳丁盛产的季节，为了让全国民众都可以喝到新鲜的柳丁汁，台南市政府结合知名的饮品业者举办联合行销。农业局表示，到明年228之前购买柳丁系列的饮料，除了支持在地农业，还有机会抽购物节的各项大奖。台南除了凤梨、芒果产量全国第一，其实柳丁的栽种面积1761公顷也是全国第一。冬天一到，正是柳丁盛产季节，市府为了让全国民众都有机会品尝到台南柳丁现切、现冲、现泡的好滋味，
农业局特别和手摇饮料连锁店合作，扩大到全国300多间门市。市长黄伟哲也到场代言，并担任一日店长，亲自制作柳丁饮品，呼吁民众支持在地农业，还有机会抽台南购物节大奖。一杯了哈，大约是要到3到5粒的一个柳丁哈。刚刚跟大家介绍到哈，我们麻古呢就是真材实料了，这个鲜果的一个饮品哈，都是采用了我们台南的一个水果，所以呢每一杯的一个饮料像是以我们的柳橙系列饮品来说，要20次了哈，20次了，有没有数啊？已经20了吧？OK， 好喝吗？好喝，一级棒的台南柳丁现榨的新鲜。透过鲜果，透过这个果汁，还有透过茶饮，是最好的方式，能够让优质的农产品让大家知道。那优质的农产品，你讲给他客气，一定都要那杯马不好。所以要让我们最大最好的品牌这个麻古茶坊，全国有300多家门市都能够了解，让大家知道说，顾客吃喝起来那家喝啉这场啊，这个呆两枚溜听的栽。所以我想用这样的通路，强势的通路，优质的产品能做最好的结合。所以呢，欢迎大家来到麻古茶坊，欢迎大家来品尝最优质的台南柳丁。欢迎大家来喜欢台南的农特产品。身为台湾本土茶饮业的一份子麻古茶坊创办人简秀娟女士一直坚持取之于社会，回馈于社会这样子饮水思源的一个心情所以呢，我们在原物料的采用上呢，我们绝对优先采用台湾农民的契作鲜果那在销售上呢，我们坚持每一杯是现点、现切、现榨、现冲，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能够把麻古茶坊对于台湾本土的热爱、对农民的支持呢，表现在我们一杯杯的饮品当中。台南购物节和台南柳丁季联名活动，第一批业者订购已经超过200吨，对于稳定产地价格有很大帮助。民众自即日起至明年2月28号，只要到门市购买任何一种柳丁茶饮，1张发票就1个抽奖序号。欢迎到台南购物节网站登录。记者郭文吉、林庚台南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林嘉义，祝您平安顺心，我们下次见。